伫咧较早，这中华鹿港有真侪文人雅士，因聚会时阵拢会食茶、吟诗、配糕仔饼，用米甲糖做出来红眼糕，也因为这材料较稀罕，较早是富裕人伫咧食的。即摆有地方团体举办体验活动，互民众行伫咧鹿港老街听历史，体验做红眼糕，也了解到100年前鹿港人的生活。一块一块形体若像目睭的糕仔饼，是鹿港特有的红眼糕。鹿港伫100多年前是真佳雅的贸易港口，毋但是经济重镇，文风嘛真兴。侪文人聚会、啉茶、吟诗的时阵，拢会配糕仔饼，所以发明出红眼糕。因为咱鹿港较早时代是算是足繁华的所在，较早算高贵人家，还是有钱人，因为食物件是希望优雅，希望一喙食落去，但是佫袂迄落去夹着安尼啊，所以发明这种足油的，入口即化的糕点安尼啊。红眼糕的材料是糯米粉、面粉、白糖、甲油，这原物料伫当年来讲算是落重本。为着互民众了解过去鹿港人的食米，地方团体举办体验活动，互民众动手做红眼糕。红眼糕嘛是咱鹿港较早好野人咧食的点心，因为较早物资较无遐济，所以你会使用米甲糖做点心，是有钱人才食会起。以前的清朝，搁到日本时代，大家人会食米啊，搁无啥共款。啊，今个做这红眼糕的时阵啊，搁米来甲磨做粉。啊，伫以前好野人会当食到这款物件的时阵，是遮尔啊珍贵，遮尔啊无简单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为食食文化会当看出一个所在的历史。过去真稀罕的红眼糕，即阵已经是真时尚的食物。望透过体验活动，互民众熟悉传统糕仔饼的发展，搁通了解地方的历史文化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